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叫阿美族的这个族群吗？知道吗？都知道吗？哇，好感谢，要不然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像一个很陌生的人。那你们知道他们分布在哪里吗？我问你们过年哪里啦？河北省吗？还是花东？对，没错。然后你们知道现在阿美族的人数是现在族群当中是最多的哇、好感谢，目前只有1/3回答这个问题，后面的知道吗？对，阿美族人数最多。那阿美族这个语言呢，其实我当初要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说，台湾这个土地上能够有多一点点不一样的声音，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就是开始学国语，然后学英文，甚至我们可能学更多的国家语言，但是我们却往往忘记自己有一个很美丽的东西，叫做母语。那母语之于每一个人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你学不学母语到底有没有很重要？其实你也可以一辈子都不关心这件事情。但是母语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它是一条回家的路，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呼唤。像比如说你的奶奶、你的外婆，她在跟你讲一句话的时候，那个话已经不是话，而是那种很充满了温暖的一种记忆。他不会突然间用一个英文跟你讲，或是你的记忆当中不会想到外婆跟奶奶他们用那个字正腔圆的来国语跟你讲，可是你会记得他可能用河洛语、用客家语，可能用那个不同的语言来讲。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种非常土地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把母语这件事情可以变成更多美好的东西，让更多人喜欢。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来唱的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叫《太阳月亮》。那于是乎，我开始去寻找自己文化的时候，我才知道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典故，在阿美族的神话。我们老人家讲说太阳跟月亮的故事。我们西方啊，我从小就是学到西方都说太阳是太阳那个公公，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阿美族的社会当中，太阳是女生哦，是女性。那为什么你们知道阿美族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哇，大家都知道哎，太好了，课本有教哈。小时候就有讲吗？现在国小，可是你们那时候有吗？没有，对不对？你看都不会教哦。对，阿美族是母系社会，谁知道母系社会可以做什么？男孩子可以入赘。有时候你们要关心一下原住民啦，我们都生活在你们旁边，你们都不关心我们，你那个母系社会的意思就是说，女生啊，就我们阿美族女生比较推崇女生，比较尊崇女性，尊荣女生，因为我们认为女性有孕育的能力，所以是很需要被尊敬的这样子。所以我们阿美族就很尊敬女性，所以在家里的继承啊什么都会彰显她的那个就是尊荣这样子。那当然，所以我们就会把太阳比喻成是女性，因为太阳有孕育大地的能力。然后月亮呢，就是男生。那月亮就像阿美族男生的个性，就是非常的谦卑、很温柔。因为我们男生是要受年龄阶级训练，要服从，所以是很温柔的。然后老人家常讲一句典故，叫做那个月亮跟太阳互相的眷恋，就是巴罕罕古吉拉乌弗拉，就是说那个太阳跟月亮他们不会见面，可是他们彼此互相的依恋对方。然后而且我们老人家讲了一个最经典的一句话，他说马扎古拉嘎乌弗拉，马扎古法鲁做乌吉拉，就是说当你行走的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像太阳。光明热情，可是你的心要像月亮一样温柔、谦卑，这就是真正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们怎么这么有智慧？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我希望给大家，就是送给大家，因为这是我们阿美族这个1000年以来的神话的典故，然后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然后这也是我们的智慧。那太阳、月亮送给大家。
Tujilan ham-ham sa tujilan Tufulan mahanay asuan Numatu asay Puting aku Nubang借你的手哦，来手，给我的 tempo， 来。有第三个记忆啦，一把的巴拿拿，比那路放在阿凡达一样，把爱要会不然路几哪儿，不比那路放在凡达一样，爱手。有第三个记忆啦，一把的巴拿拿，我比那路放在阿凡达一样，我把爱要会不然路几哪儿。来，加快一点哦！有第三个记忆啦，一把巴拉拉，我比那路放在阿凡达一样，我把爱要来不然路几哪，我比那路放在凡达一样，好的。有第三个记忆啦，一把巴拉拉，我比那路放在阿凡达一样，我把爱要来不然路几哪，我比那路放在凡达，有棒哦，好，加快。有第三个记忆啦，一巴拉巴拉拉，我比那路放在阿凡达一样，我把爱要来不然路几哪，我比那路放在凡达，再给我一个机会，这是最快。有第三个记忆啦，一巴拉巴拉拉，我比那路放在阿凡达一样，我把爱要来不然路几哪，我比那路放在凡达，其他手加油。Utin ako numatuasay Kulinan Iba si Fanaai Kitanan Retzana ko fura ko farutu Retzana ko chira ko rakat Tangkashi balu Atatosa Utin ako numatu asay Kulinan May pasifanaai Kidanan Tasanan ko fura ko farutu Retzan ko chira ko rakat Tangasa Tuas 谢谢太阳月亮。